图大兵到了，众个四散奔走。钟会与姜维下马入府，见邓艾。文仲，万里是去隐居了，以及山东的陶经商致富，人称陶朱公，改姓朱啊，住在山东陶那个地方，经商致富的人称陶朱公，陶朱公。万里，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吴王的越王的大臣，越王勾践的大臣。文仲没有离开，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功成身退的是范蠡，文仲没有。结果被勾践杀害，功臣杀害了，不胫而死，可能被下令赐死。韩信被吕后所害，韩信被吕后所杀。功高震主，招来杀身之祸。是松子古仙人。
曰：众军各归营所，以待亡命。谓兵征预报。结邓艾，早有人报之未冠。姜维是姜太公后代哦，姜太公后代。钟会邓艾灭了蜀汉，那姜维诈降想要拯救，也是诈降计策失败，也是自刎而死。关公的后代，可能关羽可能是关兴的儿子，第三代可能是关公的孙子，然后被魏兵所杀。
司马昭不是司马昭，日左边是日。我有啲，上了些。哎呀搞！原来吃到派吞，上交。上交吞的管吞的呢。安尼哦。有啲问题啊。
应该是太傅，不是船。